后来，这个合欢山的落雪季，就为12月31日正式开始。今年要到合欢山来看雪，有特别的规定哦，讲必须爱签署迄个登山的设计书、甲安全计划书，爱评估家己身体状况甲装备，准备充足，才会当上山来看雪。看到落雪雪白世界，登山客雄雄袂感觉寒，上山脚雪都是为着要亲身看到才会雪。因为日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要落南，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机会搁看到雪。不过想要上山看雪，民众要特别注意。花莲太管处都宣布，在合欢山雪季期间，想要登山要先签安全设计书。1月31到111年的2月28号。那这段期间呢，为了这个山友的安全呢，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切结一个雪季的一个切结书。各路爆发，大家拢想要来登山，嘛互山难的意外增加。为了确保做好登山的功课，山友出发进前必须传安全计划书，内容包括登山的行程、雪季登山的经历、体能、个人或者是团体装备等等。今年嘛特别增加雪季设计书，只要是伫雪季期间想要登山的山友，拢爱先上网填设计书。伫白云当中，阁有好听的歌声。到伫大自然是真侪山友上喜意的代志。31号开始到2月底，不管敢有落雪，出发进前拢爱传计划书和设计书，做好万全的准备来迎接高山的美景。